恩国司过去线面的身份，伫去年封压出了后，即马正大线面的风波烧到台南市长黄伟哲。伊当时也当局正伫军训系统推出校园的标语，徛伫队伍当中。伊捌伫1986年参加学运，互囝周刊也讲，伫大学1年啊，就互教官找来要求伊回报社团的动态。一直到大学3年啊，相关单位以误参会的名义，逐摆拢互伊领1-2千块。邱壮辉去年约谈几人的人，嘛包括伊在内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同志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做过泄密，也这个拒绝配合教官。线面的风波，互黄伟哲先伫面册铺文，回忆当时参加校运的代志。学校的教官敲电话到厝内，互老爸罚规身脆皮。伊无否认教官有找过伊，毋过强调无做过线面，嘛无收过任何的领记。大家如果要把这个情治机关的虚伪不实的资料，在未经过清楚的辨识查证之后，就直接拿来作为一个指控或攻击，除了个人觉得遗憾之外呢，我们也会请律师来依法追诉。伫这个时间点，政治时刻真敏感。黄伟哲亲身来解说，严正驳回，针对不实攻击会行法律途径。